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6月17，旧历的闰4月26，礼拜三。新闻的头一条：23党的努力有成，台湾为考提一个疫区来除名，台湾猪阁会当外销咯。1997年，也就是民国86年，台湾爆发着大规模考提一个疫情，重伤着饲猪的产业。经过20多年的努力，总算将做非疫区。总统蔡英文、行政院长苏贞昌拢伫咧面册来宣布这个好消息。蔡总统讲，自即摆开始，台湾的猪肉阁通啊来外销咯。蔡总统伫面册顶面写讲，有一个好消息一定要随甲大家讲，就是台湾的猪肉总算又阁会使出口啊！阁有一张古水的猪仔囝的相片，但正是为考第一个疫区除名，这一路行来有够辛苦。行政院成立跨部会紧急危机处理小组，在农委会开会研商对策。1997年3月，台湾爆发大规模考第一个疫情，造成真侪猪无人处理掉，甚至等伫路边啊！真侪猪农一时破产，猪价崩盘，损失1700亿元。这段过去变成饲猪啊，互伊疼，加在伫全民主预防下了后，1997年7月，考第一大流行才总算告一段落。政府进行备检的计划，停止伫上地类的动物注意放射，只要满1年，就使申请为免注射的考第一个非疫区。去年农业会全面的防治度，惊讲最后阶段会失败，加上专业的防疫，即马确定得到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认可。台湾不但是考第一个疫区，行政院长苏贞昌嘛伫面册铺一张猪仔囝的相片，佮写讲会使出国啊，佮有一个真大字的祝贺的号，宣布这个好消息。是我们的动物防疫工作的重要的成果跟里程碑，我国也渴望借此呢来拓展这个肉品外销的国际市场。毕竟猪肉商机真大，除了讲个人爱食的卤肉饭、猪脚，也有泡面等等的食品，拢总有。嘛好业者咧准备要将这个台湾猪搁一摆推向国际。